咁我哋今次就會跟美味假期去福建普寧旅行，為期4日3夜。以下就係呢次旅行嘅行程重點，列出咗今次嘅景點特色，如有需要可暫停觀看。第一日同第二日行程清單如上述所示，如有需要可暫停查看。第三日同第四日行程清單如上述所示，如有需要可暫停查看。我哋坐高鐵到咗漳州之後，仲需要坐個半鐘旅遊巴去下一個景點。90 minutes later， 經過漫長嘅車程，我哋終於到達土樓附近，仲需要行一段時間嘅路。喺途中，我哋影咗一啲風景。我哋好快就行到景區門口，景區內仲有實體地圖。我哋第一個景點就係參觀福建土樓王景區，佢係屬於5A 旅遊景區。呢座土樓擁有獨特嘅建築藝術、高觀賞性同知名度，深厚嘅客家民族同埋歷史，已經有大約400年歷史。然後我哋去咗另一座土樓，佢嘅名叫僑福樓，同樣佢嘅設計都好特別，結合咗比較多嘅西式元素，建築風格中西合璧。不過相比承啟樓規模比較細。經過1個鐘頭45分鐘嘅車程，我哋嚟到御園大酒店入面嘅中餐廳食晚飯，包括以下菜式：鮮琵琶農家土豬湯、彩椒洋蔥炒牛仔骨、金椒醬炒黃花魚、牡蠣煎蛋、豉汁蒸海鱸魚、白斬河田雞、酸菜魚片、白灼明蝦、紅燒豆腐、炒空心菜、西瓜。20 minutes later， 20分鐘車程之後，我哋就到咗漳州名發溫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。呢間酒店嘅優勢就係無論邊種房型都有浴缸，而且 WiFi 好順暢，地理位置近商業廣場，食宵夜、去超市等都好方便。之後我哋喺酒店附近揾咗一間餐廳食宵夜，包括以下菜式：牛肉雞蛋炒米粉、糖醋排骨、爆炒腰花、酸菜大腸、清炒通心菜、炒土豆絲。然後我哋喺延吉烤肉叫咗燒烤，一部分堂食，另一部分外賣，而且佢將食材放喺門口，可以睇到新唔新鮮，而決定買唔買。燒茄子、各種燒烤、石子娃娃菜。Day 2， 第二日朝早，我哋去咗星燦食自助早餐，入面有好多唔同嘢食，款式繁多，包括慕斯蛋糕、芋泥蛋糕、蛋卷、大福、白多士、雜糧多士、餐包、肉鬆麵包、馬芬、叉燒酥、牛角包、蛋撻、麻薯、堅果撻、飲品機、檸檬青瓜水、脫脂及全脂牛奶、蘋果汁、提子汁、橙汁、薩拉米腸、肉子、松花蛋腸、雜菜沙律、各種穀物、熱牛奶、熱豆漿、各種點心、雪菜筍片肉絲煲、酸豆角炒肉絲煲、麵線糊、五香卷、煎肉包、煎果、芝麻球、中式小炒、炒菜花、滿蘿蔔、煎蛋、油炸鬼、
綠茶佛餅、炸饅頭、春卷、水煮蛋、茶葉蛋、白粥、小米粥、瘦肉粥、粟米、番薯、花生、腸仔、豬扒、煙肉、餡餅、蒜蓉清炒時蔬、炒飯、番石榴、人參果、金桔、哈密瓜、西瓜、橙。 1 hour later. 1個鐘頭車程之後，我哋就到達檢票口，等待船嘅途中可以買紀念品。鼓浪嶼係我哋今次行程嘅第2個5A 級旅遊景區，島上有實體地圖，仲有一塊石頭好特別，就係鼓浪石。據聞漲潮嘅時候，海水敲打石頭會發出咚咚如擂鼓嘅聲響。而且鼓浪嶼仲有好多出片位，唔同等級嘅不可移動文物，例如鼓浪嶼碉堡群、標石塔等。以下建築都好有特色，例如鼓聲洞、英雄山棧橋、鼓浪嶼島伏古樹名木、龍山洞等，係平時喺城市見唔到嘅建築。喺遊覽嘅途中，我哋去咗鼓浪嶼小食城食嘢，包括以下菜式：五香卷、魚丸湯、蟹黃湯包、蝦餃、蝦仁腸粉、冰鎮綠豆湯。食完嘢之後，我哋喺三優田碼頭回程。1 hour later. 之後，我哋就到咗南普陀寺。呢間寺主要供奉觀音菩薩，擁有1000年歷史。寺前有一個放生池，可以俾人放生，而且免費開放，免費贈香，所以人潮較多，香火極旺。30 minutes later. 之後，我哋去貢蒲武夷鄉宴食晚飯。餐廳內仲有一個魚池，包括以下菜式：花生、蘿蔔乾、炸蠔仔、白切雞、佛跳牆、砂鍋焗雞、蒜蓉焗鮑魚、豆豉蒸排骨、椒鹽蝦、糯米筍炒肉、木耳炒蛋、薑蔥炒花甲、清炒三菜、水果。宵夜嗰陣時，我哋去咗味珍鮮呢間餐廳，買咗個炒米粉做宵夜。Day 3. 第3日朝早，我哋就去咗漳州古城。呢度嘅特色就係已經有1300年嘅歷史，同埋擁有多元建築，完整保留9街13巷井字形街巷，好多百年老店同路邊小攤。我哋仲食咗當地嘅地道美食四果湯，以及買咗2款甘蔗汁，味道各有特色。由於車程時間較長，所以我哋中途去咗沙西停車區。A few moments later. 之後，我哋就去咗人民戲院，又稱東山戲院食午餐，包括以下菜式：上湯浸勝瓜、白灼蝦、鹽水雞、酸菜五花腩煲、芽菜炒魷魚、節瓜煮花甲、蘿蔔薯仔炆腩肉、清蒸加州鱸魚、黃金豆腐、蒜蓉炒雜菜。 2 hours later. 2個鐘車程之後，我哋就到咗寡婦村展覽館。呢個展覽館分5大部分，從生離到期盼再到曙光，內容非常之震撼。佢唔單止係一個展覽館，更加係嗰段特殊歷史嘅見證者，記錄咗海峽兩岸半個世紀嘅悲歡離合。2 hours later. 經過2個鐘頭車程之後，我哋嘅晚飯就嚟到潮州潮木牛食牛肉火鍋、糍餅、吊龍盤、牛腿肉、
詞人嫩牛肉、吊龍、清水湯底、鹽焗花生、炸腐竹、滷水牛肚、生菜、手打牛肉丸、牛柏葉、公仔麵、乾炒牛河、墨魚餅、潮汕粿條、葱油餅、番石榴。 Later. 食完牛肉火鍋之後，我哋就去咗普寧鶯歌情景區睇鶯歌舞表演。呢場表演一共分為5個部分，包括古潮之火、守護家園、安居樂業、普天同慶、鶯歌有情，分別串聯起潮汕嘅起源、抗爭、安居同傳承。普寧鶯歌情劇場同大型民族實景演出，以國家級非遺普寧鶯歌為核心，融合青絲、迎標旗等多項潮汕傳統民族同非遺內容。古潮之火拉開演出序幕，透過鼓樂、火光、民族場景，重現古早時期民眾祈福釀災，展現鶯歌文化最初嘅緣起精神。守護家園以鶯歌舞陣為核心，再現潮汕鄉民團結御敵、保衛故土嘅場景，將民眾齊心守護家園嘅勇氣、情意真實呈現。安居樂業展現潮汕民眾安穩生活嘅溫暖畫面，從鄉間勞作到節慶歡聚，搭配民族歌舞同熱鬧場景，呈現家園安定後民眾和樂生活、傳承文化嘅美好景象。普天同慶將演出推向高潮，呈現潮汕民眾歡慶豐收、團聚喜樂嘅熱鬧場面。鶯歌有情作為尾聲，講述呢項技藝代代相傳嘅故事，展現潮汕鄉親之間嘅情誼同文化根脈，令人感受到鶯歌背後嘅溫暖情懷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睇完鶯歌舞表演之後，第3日夜晚我哋入住普寧希爾頓惠庭酒店。呢間酒店嘅優勢就係智能馬桶、智能燈控、高速 WiFi、前台24小時服務，隨時可以到大堂買零食，而且附近有好多便利店、快餐店、街邊小攤，想要食宵夜都好方便。第3日宵夜我哋嚟到水鄉紅記，食咗一啲宵夜，炒花甲、涼瓜炒牛肉、雞蛋炒公仔麵、普寧豆腐。Day 4. 第4日朝早，我哋去咗靈動餐廳食自助早餐，包括以下嘢食：鹹多士、全麥多士、合桃酥、菠蘿包、虎皮卷、各種蛋糕、各種飲品、各種酸奶、西瓜、哈密瓜、各種菜式、各種食物、各種菜式、蒸番薯、蒸山藥、紅油貢菜、酸辣牛帶、各種穀物、紅燒豆腐、煎蛋、燕麥粥、白粥、番薯粥、熱全脂牛奶、熱豆漿。Later. 第4日下午，我哋嚟到德安里，佢係清代廣東水提督方耀嘅故居之一，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嘢睇。我哋先去睇咗黃龍玉，佢係產自雲南龍陵嘅一種石英岩質玉，佢最初叫做黃蠟石，後來因為質地達到寶石級，先至正式定名黃龍玉。平時都會用嚟整手續、吊墜同雕刻飾品。柔和嘅黃色十分之顯氣色，亦受到中意中式美感嘅人喜愛。祠堂主廳，呢度係普寧蠟石嘅展區，
佢係潮汕好出名嘅觀賞石，石頭外層好似蠟一樣滑，大部分嘅顏色都係柔和嘅黃色。呢啲石頭全部都係經過溪水幾百年沖洗打磨出嚟嘅，所以每塊都係大自然嘅作品。而且以前嘅潮汕人好鍾意收藏，佢哋覺得黃色蠟石代表住富貴吉祥。呢度就係普寧市文物考古展室，入面放住好多喺普寧本地發掘出嚟嘅文物，有舊時嘅陶瓷器具，睇得到以前潮汕人嘅生活痕跡，就好似睇緊普寧嘅時間相簿咁，好有意思。呢度就係陶瓷室啦，入面擺住好多舊時嘅陶瓷碗碟、花樽同日常器皿，呢啲都係以前潮汕人用過嘅，每件都帶住歲月痕跡，睇得出舊時嘅生活氣息。呢度係銅器雜項室，入面擺住好多舊時嘅銅器，例如銅鏡、銅香爐、銅錢同其他日常工具，呢啲都係以前潮汕區常見嘅物品，每件都睇得出舊時匠人嘅用心同當年工藝嘅水準，每一件都係經過精心打造嘅。睇住呢啲器具，可以了解到以前嘅手工業發展，同埋當時人哋嘅生活同習俗。呢度就係書報室啦，係以前大家睇書、睇報紙嘅地方。入面有舊時嘅書籍、報刊同各種資料，可以了解到嗰陣時潮汕區嘅閱讀習慣同資訊來源，感受一下過去嘅閱讀氛圍，睇下以前嘅人點樣吸收資訊，了解當時嘅文化生活同學習環境。經過1個鐘頭嘅車程，我哋嚟到冠盛國際酒店食第4日嘅午餐，3種醬料：白切雞、椒鹽蝦、魚香茄子煲、蒸水蛋、清蒸鱸魚、花膠燉雞湯、勝瓜肉碎湯、梅菜扣肉、水蒸韭菜餃、清炒菜心、西瓜。食完午餐之後，我哋就喺普寧站坐高鐵回程。